滿招損，謙受益。呢句咁嘅名言呢，正正同今日福音中耶穌所講嘅說話非常之配合。我哋嘅人性呢，總係覺得自己好了不起，受到人哋讚賞嘅時候，我哋就沾沾自喜，覺得自己好能夠真正咁使到自己嘅生命或者其他嘅人去讚賞自己。所以耶穌要教導我哋，特別喺呢個四旬期入邊，與人相處或者我哋有任何成就嘅時候呢，我哋都要懷住一份謙卑嘅心，好好咁學習耶穌嘅良善，耶穌嘅心謙。所以讓我哋能夠真正咁時常提醒自己，我哋要喺我哋嘅生命之中不斷咁好好學習呢一份謙卑嘅心，而唔係自高自大，以為好似法利賽人同經師一樣好了不起。